防疫放零饭店真欠工哦，劳动部甲员工局佮房务清洁人员纳入就业补助的方案，也毋过效果是真歹。劳动部是呼吁业者应该降低门槛，鼓励愈侪人来应征。也毋过哦，旅馆商业工会是认为讲，培训一个员工大约是需要3档的时间，这款短期的补助方案对产业的帮助是真有限。疫情期间，陆续业无生理，有真侪员工转职。地属即马员工虽然大复苏，毋过人力也是补无够呀。劳动部交通部甲员工局甲房务清洁人员优先列入疫情后改善欠工扩大就业方案中。毋过到6月底为止，推介雇用率缩减到6.1%。可能在雇佣的门槛上面要去适度提供一些合理的一个招募的一个条件。那当然是说雇主这边如果认为这样一个职缺有需要说特别的一些技能或是证照部分，其实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求载条件部分去做就是把它载明清楚。劳动部统计有54派求职者反映无接到面试通知。呼吁雇主伫房务清洁工课请人标准要合理，毋过伫第一线的旅宿业者面对实际状况，旅馆商业工会认为，训练一个员工需要开3年的时间，补助方案只是短期的，无法度真正解决欠工的问题。因为这个年轻人又不进来，然后他的配合度又不行，然后劳动部的政策跟交通部的政策呢，虽然是鼓励还有一些补贴，但是政策面的立场里面，它是短期的。所以说，他看不到效果。旅馆工会建议政府开放移工投入旅宿业，解决欠工的问题。劳动部回应，业者会当加运用政府的补助资源，亲像使用辅具补助人力，或者是和专业人士协助评估，改善工作流程。欠工有愿的优先请台湾人为主，嘛鼓励业者请中高龄甲二度就业的妇女。记者综合报道。